看到屏东新恒九如这个所在，昨接煞有草啊烧起来。消防人员伫咧九如高滨溪爆发拍火时，伫现场发现可疑的人甲车。警察去查，车内3个人哪像就是放火嫌犯，因烧草啊想要引动物出来拍蜡，专案依法上班。 消防人员提出讲，向头前烧起来的草木一直灌水。屏东九如乡高滨溪爆发，而且下昼1点多发现火警，经过灌救伫2点钟了后控制，掩过油源有残火。警方暗时也接报到火点附近有可疑的人甲车，先前往该处架设捕猎之陷阱，欲捕抓山猪及飞禽，疑似为求顺利捕获猎物，以打火机点燃附近杂草，准备猎杀遭火驱赶窜逃之猎物。 警方为车内超出蜡枪、迄个灯甲赖达等物品，涉案3人为拍蜡来放火，造成火势摊开失控，幸后获警方移送地检署。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屏东新园九如等地日市连续出现大范围杂草火警，烧了的火随风飘散。其中九如因为附近屏东市也造成市区出现大量的火，吊地车也是大路上。 从最临近的一个空气体质测站它的 AQI 大概都普通的等级下风处几颗感测器大概浓度也都普通的等级。今天就是28号，它周边的一个空气品质结果也都是一样的。环保局解释，空气品质测站主要监测微粒，火的粒较大，所以未反映伫空品指标上，也毋过确实可能造成环境影响。好在屏东2白落雨，目前已经排除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